啟欣苑280尺全屋裝修起貨啦！原關位做咗個到頂木紋 C 字櫃做儲物空間同鞋櫃，亦配合業主需求訂製咗一個連住樓梯嘅獨立木架1人床位。客廳就做咗隔閘設計嘅到頂電視牆，連買玻璃展示櫃有多重間隔可以做收納。客廳另一邊就用玻璃趟門獨立間房，床尾到頂衣櫃加有壓床，確保夠晒位擺個人衣物。床頭左側就有個連小射燈嘅開放式床頭櫃。廚房冇改格局，用白色同原木色打造咗整套吊櫃同櫥櫃，充足煮食空間為日後使用做足準備。廚房牆隔離就預留咗空間擺雪櫃，做多2個到頂儲物櫃，確保唔浪費每一寸空間。單位浴室改咗原有嘅馬桶位置做一字形月屏，加大淋浴空間。鏡櫃後面有3層空間擺日常梳洗物品。黑框清玻璃月屏做反乾濕分離。有興趣了解更多可以隨時電話聯絡我哋，亦都歡迎隨時到我哋3有嘅觀塘門市睇下。